来看这种微型电动三轮车，或者叫做加装奥多拜。交通部表示，讲按算修法开放这加装机车领奥多拜牌。不过呢，这驾驶爱有轿车以上的驾照路权比照轿车，袂当上高速公路，也袂当上快速道路，上紧下半年来实行。 顺利环精神细弯，车体是维持上好角度。这是台湾甲日本合作新创的令 Mobility 打造微型电动三轮车03，伊个叫做加装机车。今年已经推出量产车型，结合汽机车优点，车身真细，有高机动性，操作风险悬细弯，加上车体包起来比一般汽车更加安全，也免烦恼落雨，也是吹冷气。它体积是比较小，然后也可以遮风避雨，应该。 它有机车的优势跟汽车优势，所以我觉得对一般民众应该也会有一些意愿去买。价格如果以机车来讲是偏高，可是如果以汽车来讲是偏低的，我觉得这看个人的取舍。业者进行开放，予民众试赛要抢攻代理市场。台湾有希望在下半年开放上路。交通部为着顺应车辆产业发展，甲国际接起来，参考欧洲甲日本经验，有个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部分条文修正草案，建议开放加装机车，定位为机车，领用机车车牌，不过必须有小型车以上驾照，路权相关比较小型车，不过必须驶伫国道也有快速道路。 那这种车子，我们在研议过程中也经过我们实际试乘，大家觉得它的使用跟行为比较接近汽车啦，所以我们要求说它必须领有这个小型车的驾照。对于外界关心加装机车路权甲停车规定，交通部讲未用两段式倒车，应停机车甲汽车停车格。因台湾被称作是机车大国，机车使用率悬，中国来机车配价伫6万到9万中间，汽车是50万以上。 专家分析，03是卖30多万，除了考验市场的接受度，也会改变这个用路环境。 如果你的行驶路权比照汽车，但是你又不能上高速公路，其实等同于这个白牌的机车。这样类型的车辆在行驶中呢，是不是会有这个对于交通上的一个阻碍？那它必须行驶机车道还是行驶这个汽车道？它的停车费率该怎么计算？由加装机车卖价比一般的机车较悬，一般的薪水甲少年人可能无法负担。专家认为讲，业者的客群可能是伫商务人士，也有想要体验新事物的算车的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